玉壶，奴婢在。真要你查的事情，别再查下去了。皇上有难处。是。皇娘也不赞成再查。后宫的水太深，一搅就浑了，还脏着了您。朕有2件事情要你去办。佳嫔住在真香馆，朕要你亲自照料佳嫔，直到生产，母子平安。奴婢会的。第二，在冷宫里，都是历代被遗弃的嫔妃，好歹都是宫里人，朕不希望有人死在里面。奴婢知道怎么做了。先下去吧。是。臣妾就按皇上的旨意，将永璜挪去钟粹宫，再将乌拉那拉氏移去冷宫。这样也好，眼不见为净，省得皇上想起了乌拉那拉氏便要生气。路走荒郊壮士追，蛙身紫色总男儿。拔山扛鼎星河报，持剑辞追志不移。天下不闻歌楚歇，正中为鉴探于心。是永璜吧？故乡三户中何在？千载这孩子无疆不喜悲。锦州，叫他进来。这。哟，大哥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您快起来，皇上传您了。儿子请皇阿玛、皇额娘安，请圣常在安。越发的没规矩了。永璜，皇子与公主、代庶母皆以娘娘相称，你对圣常在也不唤句圣娘娘，实在是疏忽了礼数。臣妾原是伺候大阿哥养母的宫女，大阿哥不肯按规矩称呼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儿子受母亲悉心抚养，从未教坏过儿子，更未怂恿过儿子。今日儿子背诵的御诗，乃是母亲亲口教导，母亲时时刻刻把皇阿玛放在心上，怎么会残害皇阿玛子嗣，还请皇阿玛明察。乌拉那拉氏便是抚养了你，才生出了坏心，你实在不必为他求情。大阿哥，乌拉那拉氏疼您，只是想借您邀宠夺嫡，您被利用了，还蒙在鼓里呢。你胡说，就是你被主求荣，诬陷母亲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不得无礼！朕告诉你，也告诉所有人，以后你就由纯嫔来抚养，朕也不许任何人再为乌拉那拉氏求情。李煜，带他出去。大阿哥，请吧。皇上的安排真是妥当极了。贵妃有家室，若是由她抚养大阿哥，又生出夺嫡的妄念，就坏了。纯嫔无甚宠爱，又无家室，况且还有自己亲生的儿子，能多疼大阿哥呢？额娘屡次嘱咐，要保全永莲和富察氏的前程，本宫自当竭力。如今乌拉那拉氏自食恶果，可本宫也不想看着贵妃一人做大。嘉嫔玉玺，您扶阿若上位，纯嫔又有2位阿哥，平分秋色，谁也占不到便宜去，您就可以稳坐中宫了。永莲没有得孝正之前，本宫也不用这般处心积虑的谋划，
求得后宫平衡。可如今永莲得了这个病，本宫不得不处处小心。要是还看着乌拉那拉氏母子做大，或是谁动了别的心思，来日为难了永莲，那本宫也就不配为人母。奴婢明白，您是一心为了富察氏，一心为了二哥。总之，如今皇上把乌拉那拉氏打入了冷宫，又挪了大阿哥去钟粹宫，您就可以安心了。母亲，母亲，交代你的事儿都做了。儿子不敢辜负母亲，都已经做好了。皇阿玛生气了吧？皇阿玛训斥了儿子，还说不让儿子再跟着母亲，要让纯娘娘来抚养儿子。那太好了，纯娘娘心思细，她知道怎么照顾你，你有了好的去处，母亲也就放心了。大阿哥，以后有任何事都可以来找海娘娘。主儿，李公公来了。皇上口谕。皇上口谕，乌拉那拉氏谋害皇嗣，罪无可恕，褫夺封号，废为庶人，终身游居冷宫。庶人乌拉那拉氏谨遵圣旨。姐姐，主，姐姐。依主恕罪，您没了封号，奴才只能这么称呼您。李公公，咱们里边说话吧。是。李公公，这件事情还有转圜吗？太后做主，皇上圣旨，再加上阿若身常在得宠，皇上时常让他陪着，旁人想要进言也不能啊。看来这件事，皇上是真信了。一婢娘娘轰了，那就如火上浇油啊！遗嘱，趁着只有奴才在，明儿又是奴才，送您入冷宫。一些金银细软什么的，您就赶紧收拾起来。到了冷宫那种地方，也是需要用钱的。主儿，奴婢要跟您一起去冷宫。奴才也去。跟我去那种地方做什么？在外边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主儿伺候。奴婢说过，要一生一世伺候主的。奴才也是。遗嘱，虽然您被褫夺了封号，废为庶人，但也不能没人照顾啊。带一个进去也成。别的不说了，以前阿若总是为难所心，这要把她留在外头，恐怕更吃亏。好，冷宫虽然清苦，索性跟我进去也是好的。三宝，
你就留在海贵人旁边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会拒绝我，可是你身边只有叶心和泽之，三宝留下来也好多个照应。那索性您陪着易主好好收拾一下，明儿我就来送易主。大哥，您得去纯嫔娘娘那儿了。永华，去纯娘娘那儿，以后再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母亲，记不记得？去吧。易主连大哥都这么疼爱，奴才实在不相信您会去害别人的孩子。李煜，帮我个忙，我想再见一见皇上。易主，圣旨已下，事情已经定了，还来见朕做什么？臣妾心有不甘，想问皇上一个问题：皇上信不信公允之道？朕相信。你这么瞧着朕做什么？臣妾想看清楚皇上，可是怎么也看不清楚。今日午后，朕听了一阙檄文，是墙头马上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计短长。还记得当时，你与朕听着檄文，情投意合。朕还亲自选你为嫡福晋。如今，让你进冷宫的也是朕。是皇上的本心吗？是不是朕的本心已经不重要了。如懿，连朕自己都不知道，朕的一点本心，在时局面前，能有多少意义？当年皇上的本心是选择臣妾，谁知恰巧姑母失宠禁足，先帝也不喜欢臣妾。时局虽坏，但皇上还是保了臣妾的侧福晋。朕为天子，还不如做一个皇子。天子的掣肘比皇子多多了。朕真的很难。就为了皇上这句话，臣妾愿长居冷宫。如果时日真的有用，希望可以洗去臣妾的冤屈。保重自己，护好自己的性命。
清清白白的与朕相见。臣妾此去，只求皇上福岁安康，岁岁长乐。那簪子挺衬你的，这定是皇上的新花样。素来花开并蒂，多是莲花，偏皇上选玫瑰。玫瑰花多刺，但又让人忍不住去摘，多惹人爱呀！楚儿，这些我已经不是皇上的嫔妃了，这些金印册文都要送回去。是。到了冷宫，衣食不周的，什么都得备下些。你都已经包了这么多包点心了，有了今天明天的，后天不一样要挨饿。多带些衣裳吧。是。主儿，进了冷宫，护甲就不戴了吧？虽然身在冷宫，也要活得体面。姐姐，我不想让你走。海贵人，您就别为难奴才了。姐姐，大哥在我那儿很好，姐姐请放心，我也会看顾海贵人的。你们俩要保重。奴才送易主。姐姐保重。姐姐，姐姐保重。
玉姐姐，千万保重啊！我是想让你穿着这身衣裳，好好去选弘历的福晋。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继父了，不能再有第二个继父了。啊，今儿是家嫔、梅嫔擅长在的册封礼。朕为赞宫廷而孵化，殊德批招，班位好以分荣，恩光仕宦，恒煌克业，轮服优家。尔贵人今世早育名门，素秉温公之度，久勤内则之贤，兹养成皇太后慈玉，册封为嘉嫔；贵人白氏封为梅嫔，所辍伦氏封为慎常在。钦哉！谢恩。臣妾等上承天恩，不胜欣喜，谢皇上隆恩。这原是翠云馆后一所空置的院落，历代师承犯错的嫔妃都被发落在此。这地儿，所有人都忌讳，无人提起。把门打开。这。皇上登基，这可是第一个进冷宫的，真够倒霉的。真冷，这里阴湿得很。冷宫里确实阴冷，容易得风寒风湿。易主和索性住在这儿，日常的衣物和被褥要经常拿出去晾晒才是。还有，千万小心旁边的那些人，他们岁数都大了，都成京管。冷宫的饭菜也很难合易主的胃口，但易主也得耐着性子吃下去。日子长久，
吃得下，才能保住身子。李煜，谢谢你送我们到这儿，快回去吧。义楚，奴才不能再伺候您了。您和索性住在这儿，千万得万事小心呐。赶紧回吧。奴才告退。李煜，李煜，索性，这个给你。这是当年义主生辰，我悄悄送给你的。是的，主大喜，我带这个沾沾喜气。如今主蒙冤了，我便带不得这东西了。那我先替你收着，迟早我再还给你，替你带上。不用了，你走吧，我看着你走。保重。怎么了，索性？主，有鬼！别怕，别怕，我们先把灯点上，来。有人吗？您别出去！别怕，别怕。有人吗？乌拉那拉氏给各位请安。首先去拿点点心。啊，快！哦。大家吃点点心吧。
放开我！老人家，您也吃块点心吧。老人家，我有那么老吗？请恕晚辈冒昧，晚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。我是先帝的极品，可这辈子都没吉利过，名位还留着呢，就被关到了这里。这一晃啊，已经8、9年过去了，当今皇上的人都进来了。给吉太平请安。您说您在这儿待了8、9年了，那您……我看着像7老8十的。我当年被太后那个老妖妇害得送到这个鬼地方的时候，我26岁，如今我也不过才35岁而已。你刚才说你是乌拉那拉氏？是。那先帝的皇后乌拉那拉氏是你的什么人？是我姑母。从前的皇后，那可算是厉害呀。可就算再厉害，也厉害不过当今的太后。要不怎么连你也落到这冷宫里来了？进到这冷宫里来的人，能熬到出去的不多。刚才的那些你都看到了，便已是疯疯癫癫的。还有那些熬不住上吊自杀的人更多。我倒要看看乌拉那拉家的女儿到底能熬多久。您珠儿，咱们快进去吧。你不怕了吧？走吧。过来吧。二若啊，今儿个是你册封的第1日，你高兴吗？高兴。臣妾终于能为皇上侍寝了。可若是朕不那么高兴呢？臣妾会让皇上高兴的。都快着点儿！哟，马公公来送饭来了。用饭了，你这打一会儿都有。哎呀，
别急，都有。不要抢，不要抢，都有。别抢！哎，你的，等一会儿都有。哎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，拿开！不要抢！哎呀，别挤呀！后面呢？麻溜的，下一个。排好，不要挤，都有。下一个，快点！馒头。新来的？是。许太平。床，这馒头对我没点儿了。别抢我的！我拿！吉太平，不用看，想办法弄点银子，马公公自然会给你们弄些新鲜的吃食。冷宫里也能用银子换东西啊？谁跟银子有仇啊？冷宫里也一样。你把手给我！好事，给我了你拿过来！这簪子碧莹莹的，珠子也好生精致，这可是皇上专门赏赐给主的，主戴上试试。眼皮子浅的奴才，皇上哪天不赏赐咱们这儿？跟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似的。这还不是皇上疼主啊！你拿去挑些好的，送出宫给我的2个弟弟。从前我没什么好东西，如今有了，自然先顾着他们。奴婢现在就去办。恭喜慎常在，皇上今儿又翻了您的牌子。哦，谢皇上恩典。凤鸾春人车已经在外头候着了，慎常在，快请吧。哎呀，吐了这么久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是好事，说明孩子在您腹中健壮。您再忍着点儿。皇上今儿翻的谁的牌子？不说我也知道，左不过就是阿若那小蹄子，也不是皇上看他什么了。您是启相宫的主位，这慎常在再得宠，在您面前不也得低头吗？等我生完孩子，自然要彻底的收服他。真说，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，会得到皇上的器重吗？珠儿，皇上接连没了2个孩子，只要您腹中的孩子是个皇子，皇上一定会喜欢他的。再说了，除了皇后娘娘的嫡子之外，纯嫔不也是汉军旗吗？您就安心吧。费了这么多心思，就是为了皇上登基后的第1个皇子是我生的。这个孩子是咱们的指望。这个孩子也是世子的指望。这么多年，世子就盼着我能生下一位皇子，成为我们的骄傲。恭送慎常在。